大家好，我係 HR Dynamics 嘅 Digital Reporter。今集我會用大約5分鐘精選本週到2025年9月28日10項最重要嘅人力資源新聞，並且用貼地 HR 角度分析下點影響日常管理同企業策略。有關輸入外勞，今個星期僱主申請飲食業輸入外勞，必須先做足6星期本地招聘，包括要每星期參加勞工處職位招聘會。申請時，本地同外勞比例要達到2:1，唔可以平均計算。唔合規會延誤請人，更加容易俾政府查核。我哋要重新安排招聘行程，確保每個步驟合規先申請。有關法定最低工資，政府落實咗最低工資每年審查機制，出年5月開始生效。所有公司都要預算返人工、MPF、外判同合同員工合規風險。HR 要模擬好出糧影響，提前溝通預算。有關非法就業打擊，私人公司都要加強檢查員工合法身份。政府設立嘅熱線開始跨部門聯合執法，加強禁止非法工同自僱等漏洞。HR 需要即時審核新入職人士嘅合法性，同埋要同管理層開合規培訓。有關平台工人傷亡賠償改革，有新立法程序，將會擴闊公司對送貨兼職平台工人嘅保險責任。HR 要留意新政策變動，可能要增設保險同追蹤工人安全，需要緊貼法例進度。有關僱員再培訓局 ERB 改革，新政策下各類型嘅員工都可以申請培訓津貼。HR 可以利用新津貼計劃協助同事升級技能，推動企業發展。記得同 ERB 聯絡配合內部培訓計劃。有關4-1-8連續工作日改為4-6-8， 2026年1月18日生效，即係話兼職同彈性職位更易享有人事福利。HR 同 Payroll 要盡快調整系統，留意邊類員工會受新條例影響，及早通知同培訓同事。有關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擴展 CIES， 家庭成員同小朋友都更容易申請。HR 如果負責跨境調派或者係吸引海外人才，記得審視新政策，及早同僱主溝通資格。有關政府推行家庭友善僱主措施，包括靈活工時、新假期同照顧者支持。HR 可以參與政府好僱主約章，提升公司品牌同埋留住人才。記得 benchmark 最新福利，同員工做意見調查。有關勞工處公佈加強熱壓中暑防護講座，外勞同高危工種員工要參加安全講座。公司要登記培訓，調整政策，減少中暑風險。HR 要按進度更新守則，留意員工出席情況。有關大灣區人才計劃，便利港企招聘內地人才。香港企業請大灣區人才變得更簡單，流程有指引。HR 有需要配合新文件同埋程序，同合作夥伴保持聯繫，提醒招聘團隊留意新法規。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你有咩 HR 管理上嘅疑問，或想揾資源，隨時聯絡我或者留言交流。祝大家一切順利，企業穩健成長，員工愉快安全。